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今天5月10日，我们来到主人面前，要一起来敬拜。让我们在当中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，来敬拜上帝，来赞美上帝，将自己交在上帝的面前。我们要全心的敬拜，全心的来到上帝面前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一起来透过这首诗歌带到上帝的面前来。我要全心赞美。全心赞美，进入你的约，全心颂赞，献上慰藉，是最纯的果子。在你里面，你无挂虑，喜乐满溢。常常感谢，不住祷告，盼望在于你。我要全心赞美，跳舞颂扬你名。在你殿中，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。我要全心赞美，赞美还要赞美不停。一人捧你，欢呼声永不息。感谢，全心赞美，进入你的约，全心颂赞，献上慰藉，是最纯的果子。在你里面，你无挂虑，喜乐满溢。常常感谢，不住祷告，盼望在于你。我要全心赞美，跳舞颂扬。当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愿你悦纳我们所献上的，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
前来敬拜你，让我们全心赞美，全身感谢，来到你面前献上颂赞为祭。愿主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，让我们生命完全仰望在主你面前，让我们在你面前领受从你而来的平安、喜乐，义无挂虑来到你面前，感谢、赞美、祷告，让我们全心全行、全力来到你面前来敬拜、来爱你。主，我们要来到你面前来敬拜，愿主你恩典与我们同在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求主你带领，求主你恩待。感谢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，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今天5月10日，我们要读的经文在《列王纪上》第15章第9节到第24节，《列王纪上》第15章第9节到第24节。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。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的第20年，亚撒做犹大王，他在耶路撒冷统治41年。他的祖母叫玛迦，是押沙龙的女儿。亚撒像他先前大卫那样做上主认为对的事，他把神庙里所有的男娼都赶出国外，并且把他祖先所立的主偶像统统除掉。他废除他祖母玛迦太后的后位，因为太后为繁殖女神亚瑟拉造了淫秽的柱像。亚撒把女神像砍倒，在基伦西烧掉。虽然亚撒没有把所有山丘上的神庙摧毁，但他终身一心一意忠于上主。他把父亲献给上帝的东西和自己奉献的金银器物都放在圣殿里。犹大的亚撒王和以色列的巴沙王在位期间，双方经常打仗。巴沙侵犯犹大，在拉玛筑垒设防，目的要切断进出犹大的一切交通。于是亚撒王把圣殿和王宫里所有剩下的金子和银子都拿走，交给他的大臣带到大马士革，到他伯利门的儿子西寻的孙子叙利亚王便哈达那里。亚撒的大臣带信息去，说：我们的长辈曾经是盟友，让我们也结盟吧。这些金子和银子是送给你的礼物，请你跟以色列的巴沙王解除盟约，使他不得不从我的领土把军队撤走。便哈达同意亚撒的建议，就派他的统帅领军去攻打以色列的城镇。他们攻下了以云、但、亚伯玛迦、加利利湖附近的地区和拿弗他利全境。巴沙王听到所发生的事，立刻停止建筑拉玛的堡垒，退回得撒去了。于是亚撒王向全犹大发出命令，规定每一个人不准有例外，都要来协助把巴沙用来建造拉玛的石块和木材运走。亚撒用这些材料在米斯巴和加巴、便雅悯境内的一座城筑垒设防。亚撒其他的事迹，如他的英勇和建设城镇的政绩等，一一记载在犹大列王史上。他年老时因脚病而瘸腿。亚撒死后葬在大卫城王室坟墓里，他的儿子约沙法继承他做王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纪上第15章第9节到第24节，让我们再用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领受？当我们每次在读经的时候，也就是让上帝的话语在对我们说话。在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许多的事情在发生，在当中看到这个王朝里面所发生的许多的事情。其实在这当中也可以看到北国南国有很大的不一样，上帝也一直在当中在带领着这些国家的君王。因此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也依然期望着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家庭都在上帝的面前，我们也期望着我们的生命持续的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。因此在这段时间也让我们去看到，其实我们生命很重要，不单单只是在自己的生命的追求，但在孩子的教导当中也非常重要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在这整个家庭里面很需要每一个人家庭成员在当中的参与。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，前面讲到说所罗门、耶罗波安跟亚比亚，亚比亚之后就是亚撒，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在位的第20年，亚撒做犹大王。前面可以看到说，罗波安做王17年，亚比亚3年，加起来差不多是20年。因此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亚撒做犹大王，亚撒做犹大王的时候是耶罗波安在位的第20年。所以也是这样接续下来，从罗波安到亚比亚，再到亚撒，而这边已经到第3个王，北国以色列还是耶罗波安。前面讲到说耶罗波安他做王22年，因此当他当王的时候，亚撒当王的时候，是耶罗波安在位的第20年。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亚撒也做了很久。这边提到说他在耶路撒冷统治41年，虽然不容易。前面讲到大卫40年，所罗门40年，耶罗波安也做了22年。所以他们讲到说他在位41年，他的祖母叫玛迦，是押沙龙的女儿。前面亚比亚的时候也讲到说，他的母亲亚比亚的母亲，也就是亚撒的祖母玛迦，是押沙龙的女儿。但是前面没有提很多，前面没有讲很多关于玛迦的事情，但是这边却提到说，在亚撒这边却提到说，玛迦所做的是不合上帝心意的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这几天的经文里面，可以看到孩子的成长，其实都被妈妈影响很深。所以在当中讲到说，一个孩子他将来的发展，可以看到因着他的母亲是哪一族人，他的母亲是哪一族人。罗波安的母亲是亚扪人，而亚比亚的母亲是押沙龙的女儿。其实在这里面我们看到都有很多的状况在当中。虽然前面在亚比亚的时候没有讲到太多玛迦，但后来会看到其实他们生命都有问题，所以带出来的孩子很容易有问题。但是亚撒却很不容易，却很不一样。这边讲到说，亚撒像他先祖大卫那样做上帝认为对的事情，这也很像台湾人在讲的拍得出和顺。在前面2、3个他们的父亲祖父身上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当中，他们却所带出来的却很不一样。我们很多时候说隔代，但他这边隔了3代，隔了所罗门、罗波安跟亚比亚，来到了亚撒身上的时候，却整个回转回来。这边讲到说，跟他的先祖大卫那样做上帝认为对的事情。我觉得这很不容易。弟兄姐妹，其实让我们看到，我们也是有希望的。对我们的孩子来讲，也是有希望的。如果我们走在正的道路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很容易带着我们孩子走在对的路。然而，当我们看到前面的路走错的时候，我们也有机会回到这条对的路来走。
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第一代的弟兄姐妹也在分享他们过去怎么样，他们家庭怎么样，拜的神明拜得很凶等等的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生命在当中开花结果，他们带出了很棒的生命在这里面。所以我们看到，虽然亚撒前面的三个人，他前面的三个人都离弃了上帝，所罗门最后也离弃了上帝，罗波安、亚比亚都是如此，甚至跟亚撒住在一起的玛迦也是如此。但是在当中，我觉得很不容易的是，亚撒这边提到说，亚撒像他先祖大卫那样做上主认为对的事情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要怎么决定？我们常常在决定说，我要做这个，我要做那个，我要这样，我要那样。但是很不容易的是，我们能不能在当中去找到上帝的呼召，去明白上帝的心意，去跟亚撒一样做他先祖做的那样的事情，做上帝认为对的事情。做了哪些事情？他把神庙里面所有的男娼都赶出国外。前面在讲罗波安的时候，他盖了很多的神庙，甚至最可恶的，圣经里面讲到说，最可恶的是他在神庙里面有男娼在卖淫。所以这最可恶的事情，亚撒把他赶走了，把这些男娼都赶出国外，都把他赶出去了，都不准让他们留在国内。所以当我们在看申命记的时候，里面有提到很多在这国度里面不该有的这些，不是要把他处死，就要把他赶到国外等等，用很多方式，就是不要让这些引诱你的、这些诱惑你的东西来影响你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你能不能将这些都把它赶出去，让这些诱惑你的东西、诱惑你陷入、诱惑你离开上帝的东西，都把它赶出去？所以在列王记里面在提到这些的时候，也让我们看到要持守这信仰非常的不容易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能不能更深的让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掌权？所以他说，把神庙里面所有男娼都赶出国外，并且把他祖先所立的偶像通通除掉。他的祖先是谁？可能在亚比亚还有一些，可能在罗波安的时候有很多，在所罗门的时候也有非常多。当我们看到所罗门在最后面第11章的时候，里面提到说，他也在山上去建立丘坛，在王宫里面建造了敬拜别神的地方，而罗波安也在很多地方建立了神庙。所以我们看到罗波安跟耶罗波安其实都很糟糕。罗波安也盖了很多的那些神庙，耶罗波安也铸了金牛，然后也盖了一些神庙。罗波安更糟的是，让那些男娼进到那神庙里面去卖淫。所以我们看到亚撒所做的，把那些男娼都赶出去，并且把他祖先所立的偶像通通都除掉。当我们在看摩西五经所记载的，里面就讲到说，那些如果是木头做的，把它全部烧掉，把它毁掉；如果是石头的或金银这些金属的，也都把它磨成粉，都要把它毁坏掉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要看到这里面所提到的，就是让我们不要去拜别的神，也像十诫里面所说的，我是唯一的上帝，你们不可有别的上帝，你们不去拜别的神。因此在这当中，他渐渐回复。当然最可惜的是，他没有毁掉这些神庙。其实在后续我们看到好几个网里面都有提到，所以他们做得好或不好，但是都提到说没有把那些神庙把它毁掉。所以这些神庙没有毁掉，其实还会让那些状况能够死灰复燃。因此在当中也让我们看到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在我们家中，为什么我们要有圣别礼拜？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些偶像啊、神主牌让他离开你的家？也就是让那些不要再引诱你。当我们在看到在这以色列国度当中，一直有这些其他的偶像、其他的神像、其他那些东西留在这个家中，甚至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，这就是败坏的源头。
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把那些南商都赶出国外，把他祖先所立的偶像通通除掉。在这里面，他也废除了他祖母马家太后的后位。哇，这真的是造反了！如果用一整个家族来看的话，这整个是造反了。这整个有很多很难听的话都可以讲出来，因为他废除了他祖母太后的后位。这在中国的体制里面，其实有很多都是这样被绑住的啊。不管在说到清代的那个慈禧太后，或唐代的，或很多有好几个朝代都有那一种太后在当中把权。而这个王他要这样做，可能也不是他在位的第一年，可能在某一年的时候，他废除这些。可能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其实这边没有提到他的妈妈是谁，没有特意的提到他妈妈是谁。可能他的母亲影响他，可能这些大臣影响他，可能某些人影响他，让他明白上帝的心意。其实在以前的经文里面有提到说，当你们摩西那时候有讲到说，当你们想要王，会给你们立这个王，但是当这个王要上位的时候，必须要抄一本摩西五经，我们现在称为摩西五经。那时候抄那些经文经卷给王，让这个王可以去读，让这个王在读了之后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，能够遵照上帝的心意来走。所以当我们回头去看申命记的时候，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点。当我们要这样做的时候，要立王的时候，王要上位的时候，需要给王一本圣经。用现在话来讲就是如此，给他一本圣经，让他读圣经，明白上帝的心意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如果王有读的话，他就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他就可以决定要跟着这样做，还是照着上帝的心意来做。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，当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做哪一个职分的时候都一样，我们手上一定都会有圣经，而你的圣经你要不要读？当你读的时候，你就会去决定你要跟着上帝的心意来走，还是照着自己的心意来走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王都是这样的问题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亚萨，或许他读了那经文，或许成长过程当中有谁特别教导他，而在当中当王的这段时间，他也看了很多事情，可能他也在当中明白了过来。我们看到南国北国一直在打仗，其实也一直陷入在人与人的争斗当中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有没有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？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亚萨他改变了，所以他很有魄力的做了一件事情，废除了他祖母马家太后的后位。这真的会造成很大的问题，但他这样做了。他这样做了之后，有可能引发押沙龙这个家族的不开心。这边讲到说，为什么要废除？因为太后为繁殖女神亚瑟拉女神造了淫秽的柱像，把这个女神的像，把这个信仰带了进来。你看，如果一个太后这么位高权重的人，他这样做，是不是众人也要跟着做？大家要想要巴结他的时候，也会这样做。所以他大刀阔斧的处理了王后啊，处理了太后，也处理了这个神像，把这女神像砍倒，在基伦西烧掉，这柱像就把它烧掉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很爱惜那些东西，都觉得啊，这些木头很贵耶，我们常常陷入在这东西很贵耶，很有价值耶，我们花了多少钱买的？但更重要的是，你要陷入在这当中，还是要回到上帝的心意里面？
虽然亚萨没有把所有山丘上的神庙摧毁，但他终身一心一意忠于上主。所以在这句话当中可以看到，没有把所有山丘上的神庙摧毁，应该也是有摧毁了一部分的神庙，没有把所有的摧毁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一心一意忠于上主。哇，过了几个王，终于出现这样的词了。在他的父亲亚比亚身上讲到说，他不像他的先祖一样，先祖大卫这样子一心一意忠于上主。在前面的罗波安也是如此，讲到罗波安所做的得罪了上帝，没有忠于上主。所罗门到后来，我们看到他的生命也有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在当中，我们看到亚萨，他最后这边给他一个评论，就是他终身一心一意忠于上主，很不容易。当他在位这40年，能够被这样评论，很不容易。终身，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生命出来？有可能我们在那一刹那当中，可能做了一些事情，可能在一眨眼的时间，我们可能做了某些事情，但是要终身的持守，终身的跟随，这非常不容易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亚萨他终身一心一意忠于上主，所以也就像大卫一样，大卫都是常常回到上帝面前来求告上帝的名，寻求上帝的心意。这边提到亚萨应该也是如此，所以才会提到说他终身一心一意忠于上主。他把父亲献给上帝的东西和自己奉献的金银器物都放在圣殿里，所以把这些奉献的已经不再归于自己了，都是上帝的，都是圣殿的。其实这也让我们看到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奉献出去的时候，我们都还是觉得我们自己的。其实很多人奉献出去之后，常常会说啊，这是我奉献的哎，常常会有这样的心态在当中，这是我奉献的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？这是我奉献的。有些人会说啊，这块地是我爷爷奉献的，这东西是怎么样？这房子是我们家谁奉献的？讲的就是意思这样表达，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啊，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。但是在这当中，也让我们看到，不能有这样的心态。当你要奉献的，就是带到上帝那边去，这已经是上帝的，这是上帝，是我们献给上帝，是圣殿的器物，不再是属于你个人。所以在这边讲到说，亚萨把他父亲亚比亚献给上帝的东西，以及他自己奉献的金银器物，都放在圣殿里。既然奉献的，就进到圣殿里面。然而这边依然提到，犹大的亚萨王和以色列的巴沙王在位期间，双方经常打仗。前面提到说，耶罗波安跟罗波安两边经常打仗，甚至延续到后续的亚比亚也依然在跟耶罗波安打仗。这边提到说，亚萨王跟巴沙王也依然不断的打仗，所以这兄弟之间，我们称为兄弟阋墙。其实这样兄弟阋墙也很久了，从以撒跟以实玛利所带下来这些，也在当中我们看到进到了北以色列跟南犹大之间，也依然是这样的情境，不断的在打仗。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似乎也一直如此，人跟人似乎一直打仗，一直在争吵。能够比较和平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在于上帝掌权的时候？所以各自要做王，当我们自己要做王的时候，我们要找人来当我们的王的时候，人就开始自我的意识越来越强。所以前面讲到说，耶罗波安其实他的不安全感，其实他也想要克服这不安全感，就是把犹大打下来。
但更重要的，我们一直在谈，更重要的是上帝的心意在哪里？上帝的心意，当上帝没有要将这些给你的时候，你再努力的去打仗，你训练更精锐的部队，还是打不下来，因为这上帝没有要给你，没有要把犹大给耶罗波安，而也因为所罗门得罪了上帝，所以才让这国家再次的分裂，成为南北国，已经没有要将北国再回归给南国的王了，只保留犹大、便雅悯之族在南国。所以在这当中不断的打仗当中，讲到说北国的沙巴侵犯犹大，在拉玛、竹垒设防，目的要切断进出犹大的一切交通，让北国、南国的交通不方便。其实这也有点像我们在看秦代的时候，那时候秦始皇做了现在称为长城，也就是阻拦这当中的侵犯，这当中的交通，让人跟人当中有这样阻断。在美国上一任总统也是一样，将那边界的墙拉得更高，筑得更，把墙做得更好，就是不要让另外的国家的人跟这边人有太多的交通，不要有那些偷渡的进来。所以我们看到从以前到现在都一样有这样的事情。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说，于是亚撒王把圣殿和王宫里所剩下的金子和银子都拿走，交给大臣带到大马士革，把这些拿出来，到他伯利门的儿子西寻的孙子叙利亚王便哈达那里带信息去。其实他这当中有看到南北国战争，到后来不得不，其实他们也变成两个独立的国家，不得不寻求外面的力量来帮助他，去找哈达王。提到我们的长辈曾经是盟友，让我们也结盟吧。这些金子和银子是送给你们的礼物，请你跟以色列的沙巴王解除盟约，使他不得不从我的领土把军队撤走。所以就是我们建立邦交国，那你跟他们解除邦交，你站在我这边，这样他所看到的觉得，我们势力强一点，不敢再欺负我，因为我有一个强而有力的朋友。因此在这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他这样做，为了要保护他自己，保护这个国家。当然这当中我们看到哈达王同意了，便哈达同意了这样的建议，甚至领军去攻打以色列城镇。他们攻下了以云、但、亚伯伯马加、加利利湖附近的地区和拿弗他利全境。确实在当中看到叙利亚真的蛮厉害的，便哈达王的军队蛮厉害的，去攻打了以色列，北国以色列真的可以攻下这许多的城池。所以在当中看起来也很像是邦交国，也很像是拥军。所以当便哈达去攻打完之后，沙巴王听到所发生的事情就停止了。其实当你在建筑的时候，其实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是要能够在你能够控制的范围当中，这状况已经是无法控制的范围了，所以他只能退回去，只能退回去。然而在当中我们看到亚撒王向全犹大发出命令，规定每一个人不准有例外，都要来协助把巴沙用来建造拉玛的石块和木材运走，所以不要再留在那边了。我们可以来做我们自己要做的事情。亚撒用这些材料在米斯巴和加巴筑垒设防，所以在这当中，他们把对方的那些材料拿来做自己的防御了，不要再留在那边给他们使用，而是把这些东西带回来，成为我们自己的防御，开始做这些防御的工作，让自己能够强一点，
让自己在当中能够防守的力道更强一点。因此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，我们在做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回到上帝面前，寻求上帝的心意，上帝也会保守我们。这边讲到说，亚撒其他的事迹，如他的英勇和建设城镇的政绩等，一一记载在犹大列王史上。他年老时因脚病而瘸腿，死后葬在大卫城王室坟墓里。他的儿子约沙法继承他做王。这当中我们看到了，其实后续这些记载都不多。亚比亚大概用8节的段落记载，亚撒也只用了16节的经文在记载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这对父子就差异就很大。亚比亚照着他父亲所做的一样，做上帝看为恶的事情，一样继续的跟北国在战争，在当中依然做上帝看为恶的事情。然而他的儿子开始转变了，回过头来转变回来，跟他的先祖大卫一样，做上帝认为对的事情，一心一意，而且是终身一心一意忠于上帝。我们看到终身真的很不容易，很多的终身，不管是终身党员、终身会员、终身什么的，很不容易能够持守下来。很多的公司，他们给人家终身党员、终身会员，但是这公司却没有经营到很久。这种终身要经营下去很不容易。就像我们看到很多信用卡，说他们点数终身都有用，但到后来过了几年就开始每年消除掉。很多文具店很多地方都是一样，他们开始没有办法经营得很好的时候，就开始限缩这些福利。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事情要这样做终身很不容易。我们看到这边讲到亚撒王，提到他是终身一心一意忠于上帝。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有没有办法这样做？我们期望我们能够终身顺从上主，遵从上帝的心意。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来寻求上帝的心意。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我们要有上帝的带领与我们同在。在我们面对许多事情的时候，都要仰望上帝的心意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许多事情里面，我们需要先来到上帝面前来。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，真的，我们要聆听上帝的话语不容易，聆听了之后愿意照着做更不容易，而且要终身的持守，哇，这怎么可能？很多人会这样觉得，这怎么可能？就像我们在说要读经一样，我们要读上帝的话语，很多人都说牧师读圣经很难耶，我都读不懂耶。我要1年把圣经读完，怎么可能？其实我们也常常陷入在当中，我们都被撒旦的谎言所欺骗。你要这样做，你要那样做，但是就不照着上帝的心意做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很难很难，但是有很多东西也在跟大家说，当你的眼目转向上帝，当你好好跟随上帝，聆听上帝的声音，或许这些事情你会觉得很难，但当你愿意跟着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真的很难吗？不尽然，因为上帝的心意在当中，上帝陪你走过去。就像我们这段时间一样，牧师也期待陪大家一起来灵修，也希望大家陪牧师一起来灵修，一起来读经。
每一年把圣经读一次，一起来实践我们生命当中所学到的。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，也不是就这样让它过去了，而是我们真实在当中一起来领受。当你领受了之后，当你去实践的时候，你才会知道，哇，原来真的是这么不容易。但是感谢上帝恩典，让我们这样一步一步走了过去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很不容易，我们都会想要退缩。但是当我们愿意回到上帝面前，我们不容易去面对那些的时候，求圣灵的同在，求圣灵的同在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真的会觉得，哇，怎么突然间改变了？以前都会觉得这些人都一直不祝福上帝啊，前面的3代都已经离开上帝了，怎么可能又回来？我们也确实应该有听过一些人，假如说以前我们家也是在教会的，我也听过很多人在讲到说，他们小时候也是在教会参与主日学，到年老的时候被唤醒了。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在，很多这样的见证。我们很多人觉得怎么可能？当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，去实习的时候，我也遇过那些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教会参与主日学，他觉得教会很棒，他觉得他需要让他的孩子在当中经历这一些，经历了教会的生活，领受这美好的教导，甚至他也参与在当中，成为主日学的一份子。虽然这妈妈说我没有要受洗，但是他也说，当我的孩子他长大的时候，让他决定他要不要成为基督徒。但是我也相信这个妈妈应该慢慢的也会回来，也会进到这当中，因为我相信他会看到教会他所期望这许多的东西，上帝真的会恩典祝福在他当中。而在当中，很多人也会觉得，这个孩子在这不是基督徒的家庭当中，怎么会信主？他爸妈都不是基督徒，怎么会进到教会？我相信这也是圣灵在带领，让这妈妈带着孩子进到教会。其实我也听过很多牧师在分享，很多的家长就是如此，他们碍于过去许多他们原始家庭、原生家庭，或者是他们结婚后的家庭，他的夫家等等的，有很多不得已的，但是他却愿意，甚至催促他的孩子，你们要去教会。在过去许多传统当中，他放不下来，但他却让他的孩子进到教会，甚至有一些在年老那些负担过去了，他的父母离世了，回来说我也要在当中领受洗礼。所以在这里面，我们看到亚撒王的这样的改变，已经不一样了，已经不同了，不同于他的父亲，不同于他的祖父，生命已经不同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当中进到上帝的家的时候，你的生命是不是也要开始这样不同？要有上帝的心意在我们当中。或许我们会在过去的家庭当中看不到任何希望，也不觉得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，然而在这里面也看到上帝确实在你过去的家庭当中去带领你，去祝福着你的家庭，祝福你的过去，包含你的父母，包含你的祖父母。或许你会觉得他们拜得这么凶，怎么可能？就像我的家庭一样，听说我的曾祖父、曾祖母也是在拜偶像的，甚至是在念佛的。但是上帝恩典临到，让我的祖父、让我的曾祖母后来回转来信主，从那种吃斋念佛，吃到一点点猪油，吃到一点点有猪的，完全没有那味道，但是有掺的，他会觉得
就突出来，这什么东西？到后来改变了，不再吃斋，不再念佛，单单的仰望上帝。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怎么可能？在很多时候也会觉得谁是佛教徒，谁是慈济人，谁是怎么样，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在出现。但是当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怜悯临到这个家庭的时候，就是一个转机，就是一个恩典。所以每个人都有机会，只要你愿意，只要你愿意悔改认罪，上帝的恩典与怜悯持续都在。在今天看到亚萨的生命里面，我们真的可以看到，不管过去这个家庭过去这几十年的境况是如何，然而我们依然有机会回到上帝面前，就像亚萨一样，这边讲到说他做上帝认为对的事情，就像他的先祖大卫一样，终身一心一意忠于上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有一点时间回到上帝面前来，让我们在当中回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或许今天你有听到什么，也透过当中帮助你的默想，让我们在当中一起来领受上帝的心意。让我们有一点时间来默想，来领受上帝的心意。
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在每一次的经文当中都有主你的教导与提醒。在许多时候，我们看到列王记，好像都看到很多的人性，很多的软弱，很多的惩罚，但是也让我们看到许多的希望，让我们在亚萨的身上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上帝，你一样这样来祝福他们，这样来恩待他们，也让在这样的有问题的家庭当中，依然能够有一些人得着了主你的赏赐，你的恩典。现在主，当我们来到这当中，去看到我们家庭或许也有许多的问题，然而在这里面，你拣选了我们，让我们在当中去领受你的恩典。或许很多时候我们依然会得罪你，但是你要让我们有机会来悔改。主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让我们能够寻求你，得着你的恩典与赐福。主，我们要为着这些家庭来祷告，愿主你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而在当中要让我们除去那不合你心意的，要不合你心意的，我们要去除。就像亚萨王一样，当他回到你面前的时候，他也将这许多不合你心意的开始除掉。虽然没有完全，虽然没有全部都去除，然而将这许多的神庙，甚至将他的祖母，让他的祖母的后位把它去除掉，让他没有权利再带领人去敬拜别的神。在我们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让我们去除这许多不合你心意的，让我们单单的回归来到你面前。感谢主，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我们所领受的成为我们的帮助，愿我们所领受的成为主你所喜悦的，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。我们为着今天的聚会献上感谢，愿主你祝福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都有机会，都有一段时间来到上帝面前来敬拜他，一起来敬拜上帝，一起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愿上帝赐福你。